喺八字嘅命盤入面咧，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咯。唔知你過往算命嘅時候咧，有冇啲老師咧為你講解你天賦嘅才華係啲乜嘢咧？你有啲乜嘢嘅與生俱來嘅能力咧？你睇事情夠呢個準確度啊？定係咧你同人呢個溝通，你自然講嘢就吸引到呢個魅力咧？亦都講及到咧就係你嘅性格好啊，好多人都覺得同你一齊會好舒服、好開心咧。定係咧你做事嘅推動力就非常之夠咧，亦都咧擁有嗰種咧就不到黃河心不死嘅地方咧？定係做事夠專注咧？有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？其實呢個好關鍵性咧，就係你嗰8隻字唔同有嘅能量層次啦，唔同嘅格局啦，遇到唔同嘅事情嘅時候咧，有啲咩變化反應咯？大部分只係用緊一個咧好膚淺嘅論點，容許 Ken Sir 去咁樣講啦，就係講緊一個用神咧就講晒。講真一句啊，一個字可以或者一個用神就可以決定咗你一生嘅話，咁大鑊啦！你一個人一生有幾多時段係行緊用神啊？明唔明白？我當你多埋一個喜神，一個用神啦，咁即係換晒講5個用神之中，金木水火都係得2個造就你，咁即係人生則不如意事啊，十常八九啦。真係3衰6旺啦，有60%嘅時間咧都係行衰運。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咧？喺你嘅眼中見到好多朋友城中嘅富豪啊、超級啊，就係呢個領袖啊，或者咧係做緊咧唔同嘅角色嘅朋友，佢好似做好多嘢都有呢個風調雨順嘅情況嘅喎。好多國家元首點解會可以做到國家元首咧？佢係咪咁全面性，樣樣嘢一掂咧？講嘢又有人聽啊！啲部屬啊，軍隊又聽佢支笛啊？定係一樣嘢就點解有啲人做皇帝就經常都俾人咧謀朝篡位咧？係經常喎，又或者點解佢咁鬼乞人憎咧？點解每次競選咧都會咧人哋咧就會推倒佢咧？點解會有咁多咁嘅特質嘅地方啊？呢個就決定於咧就係你有啲乜嘢嘅強項、優勢、你嘅能力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喎。咁你喺唔同嘅事情嘅時候，你嘅反應係啲乜嘢咧？當你喺下把嘅時候，即係你嘅發揮唔到你自己嘅個人能力嘅時候，你又做緊啲乜嘢嘅事咧？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喎。咁當你自己作為一個統籌，你係咪一個好強於喺一個統籌力咧？定係好強喺呢個執生能力咧？唔同嘅時候，唔同嘅時段，咁你應該發揮啲乜嘢咧？有啲人佢又冇統籌力，又冇呢個執生能力，亦都冇識得咧就係呢一個咧影響力，或者好多時咧亦都冇呢個創造力。點解佢又可以做到一個領袖，或者咁多人尊重同埋尊崇佢咧？呢個就決定於佢嘅能力上面咧個唔同嘅特質。咁有冇老師去話俾你聽你嘅能力係啲乜嘢先？你嘅性格、你嘅能量可以為你帶來啲乜嘢嘅 result 咧？為你帶來啲乜嘢嘅效果咧？喺負面嘅情況，你又可以接受到咧？你嘅忍耐性係啲乜嘢咧？有冇知道晒你自己喺正面嘅優勢，同埋喺負面或者不在你發揮嘅空間嘅時候，你應該點樣做，或者你應該去進步啲乜嘢嘅地方，或者你與生俱來你嘅缺陷性嘅地方在於乜嘢嘅地方咧？有冇人去話到俾你聽啊？所以呢一個能力，你又想唔想知咧？定係咧一句說話就氹到你鬼死唔開心啊！呢個八字有運行啊，用神好強啊！哇，咁啊大鑊啦！咁你用神喺乜嘢嘅位置啊？我就算當你嘅啱啊，何況有10居其九，我夠膽狠批一句啊！通常捉用神都捉錯嘅，因為最主要嘅地方，你要求財定係求關係定係求啲乜嘢咧？你嘅能力去幫你去求嘅嘢，同你要嘅係咪可以吻合到咧？你係咪男士嚟嘅？你最強嘅地方就同呢個女士去溝通。咁如果你做女人生意，係咪比較着數啲啊？明唔明白？因為女士你最強嘅地方咧就係咩？就點去審美嘅。審美係在於咩啊？你個審美就專長咧，就喺呢一個化妝扮靚、護膚嗰方面喎。但係你喺呢一個咧衣服嘅襯托啊，唔同嘅場合點樣去用咧？喺化妝上面你做得好好，但係你衣服嘅襯托係咪可以咧吻合到你嘅顧客需要、你嘅場合需要？仲有一個好重要要點啊？如果你幫位女士扮靚，咁佢個另外一半或者佢個 partner 嗰位男士係咪應該點樣去襯佢咧？咁係咪有好多千絲萬縷、好多咧唔同嘅細節之間嘅互動啊？所以你清唔清楚你應該點樣去發揮咧？你襯衫襯得靚係咪等於你化妝化得靚？你化妝化得靚係咪可以咧幫到佢喺呢一個擺呢個 pose 上面啊？即係呢個攝影啊，呢個 model 式啊，點樣將件衫嘅功能去顯示到出嚟咧？你識得扮靚，咁係咪代表你係一個 fashion design 咧？同一個道理啫嘛。我哋唔好習慣你將所有嘢變做一個等號啊！你擁有嘅能力有冇精細地為自己搞清楚我最強嘅係咩地方？我嘅性格應該發揮喺乜嘢嘅地方？我嘅關係上面點樣感染到或者去追求到一啲結果？或者我根本就唔需要去感染任何人，我自然咧我有能力去令呢件事情發生咧。咁到底邊一樣嘢係你嘅專長咧？呢個只有你自己都未必知。
只有係咩啊？真係可以幫你精準通透啊，叫做搞清楚晒你生命嘅所有元素數據，連貫到就係呢個宇宙信息。因為你記住呢個宇宙信息係你嘅原廠設定，係你嚟呢個世界之前你寫落嘅劇本擺低咗喺入面，點樣去幫你搞清楚佢咧？同樣嗰一個宇宙信息中心點樣可以發揮到唔同嘅角色咧？同樣都係嗰一個人，佢扮演係呢一個叫做啦龍劍飛嘅角色啊，定係扮演緊呢個張無忌嘅角色啊？定係咧扮演緊呢一個南慕容北喬峰咧？唔好意思，攞到啲小說人物嚟去大家講，等大家容易啲明咯。明唔明白？定係你喺度陳家樂做呢個總舵主啊？定係咧你係陳家樂，但係你又走去做咗咧就係呢個霍青桐，定係呢個香香公主咧？明唔明啊？搞錯角色，搞錯身份，搞錯能力啊！定係你走去扮皇帝咧？啊，皇帝之中有咁多個啊，到底啊你扮演緊邊一個皇帝咧？啊，開國功臣啦，定係呢個亡國皇帝咧？諸如此類啊，個人個能力同埋個角色都唔同，所以你嘅能力係啲乜嘢咧？你嘅八字係可以出賣晒你，但係有冇人幫你穿透到呢啲資訊出嚟咧？自己心中有數啦。無論你係學習緊，定係咧嚟緊想揾人咧去搞清楚你自己嘅生命數據啦。呢樣嘢勸將軍提防，搞清楚你要啲乜嘢，或者你最想清楚嘅係啲乜嘢咯。